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傳媒新聞 AI 主播大欣。首先跟進一下中國香港有史以嚟最嚴重嘅世紀火災最新情況。香港大埔宏福苑喺26號下晝發生嚴重火警，火勢迅速蔓延至屋苑內7棟超過30層正進行維修嘅大廈。多個消息話事故或者涉及政府部門監管不力。加上外牆維修工程中可能採用咗防火性能存在嚴重問題嘅物料，最終導致今次備受全球關注嘅現代城市特大火災。截至香港時間27日朝早10點，大火已經持續足足19個鐘。雖然現場火勢已大致受控，但係部分樓層仍然冒出黑煙同火舌。消防人員因為雲梯高度有限，只能夠喺現場繼續向中高層射水。同時，消防人員亦都喺朝早進行換班並補充裝備。火警造成嘅死亡人數已經增至44人。隨住消防人員深入多棟大廈嘅高層單位搜索，死亡數字有可能進一步上升。受傷人數方面，累計61人受傷，其中16人危殆，24人情況嚴重。另外尚有279人失聯。火警發生之後，警方已拘捕3名涉案工程公司人員。有消息人士指出，鑑於事件為今次發生喺中國境內嘅重大災難，外界普遍認為香港特首、保安局、屋宇署、消防處、民政處等多名高級官員應就事故中幾十名死難者負上問責責任。多個部門被指對近期多宗類似事件缺乏警覺性，未能充分掌握問題嚴重性，監管亦都明顯不足，難辭其咎。無論係官員、法團或者承建商，外界期望相關責任人應該受到應有處罰，讓死者安息，並安慰受難者家屬。事件同時反映現時香港政府嘅管治能力，以及高層建築物喺防火同埋滅火方面嘅安全處理能力，均值得整體社會深切關注。